全新嘅 iPad 已經喺香港正式開售一段時間啦，但係一直都只係有 WiFi 版選擇，而 4G LTE 加 WiFi 版就因為唔支援香港嘅 4G 網絡，一直都未有公開發售。不過，香港蘋果店嘅預訂網頁從星期四開始就以網上登記，第二日取貨嘅形式，俾大眾選購 4G LTE 加 WiFi 版嘅 iPad， 不過就未有定價。再一次提醒各位蘋果迷，今次香港蘋果店開售嘅 4G LTE 加 WiFi 版新 iPad 係美國嘅版本，所以喺香港絕對唔能夠享受到全速嘅 4G 數據傳送。事實上，預訂網頁嘅最底部亦都有一行好細小嘅文字，講明 4G LTE 只係適用於美加多間電信供應商嘅 4G 網絡。即係新嘅 4G 版 iPad 其實係名不符實，喺香港亦都係得 4G 無所用。有炒家就認為新嘅 4G 版 iPad 根本唔會炒得起，一嚟大陸客根本冇興趣，再者亦都用唔到香港嘅 4G 網絡，因此相信難以掀起炒賣熱潮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